喂，我係 Apple 陳偉文，香港街場怪傑。2026年 NBA 選秀狀元效力達拉斯小牛隊。話說我喺季頭收咗皮，試過輸咗俾隊馬刺，但我亦都下定決心發奮圖強。今季我帶領小牛隊喺常規賽打出60勝22負嘅靚成績，勇奪西區第2。不過第一係馬刺，佢哋62勝20負。居然略為壓我一線，但係好彩我場均數據好掂，29分9助攻7籃板2.9搶斷1.8蓋帽，全面到不得了。個人獎項方面，我攞咗最佳新秀，入選咗全明星，仲有 NBA 最佳陣容第一隊，防守陣容第一隊差啲就拎MVP 夠晒威水。嗰個榜眼 Cooper Flag 都唔錯，但同我比，哈哈，差少少啦。季後賽第一輪，我哋對上金州勇士，比賽未打 ，ESPN 同 TNT 已經炒熱晒，話呢場係街場怪傑對神射手嘅世紀對決。Shaq O'Neal 喺節目上笑到拆天 ，Apple 嘅少林功夫係小 film， 但 Curry 3分係外星級，睇下邊個 KO 邊個。達拉斯主場球迷吹爆，揮緊毛巾大叫 Apple Apple， 勇士粉絲就喺場邊挑人 ，Curry 會射爆你條街場怪傑。我冷笑，睇我點用金鐘罩手死你！一開波我直接對位 Curry， 佢即刻用招牌無限換位揾空位，我使出雙龍出海，雙轉身跟實，佢搞到佢差啲失波。進攻端我用污糟運球，左搖右擺過人，背後換手上籃2分到手。Curry 唔服輸，一個超遠3分擦入網，全場哇聲四起。我同佢講：喂 ，Curry 你3分掂，但試下我如來神掌。第一節完小牛18比20落後，第二節 Jimmy Butler 上場，硬漢風格盡顯，佢硬闖禁區，我即刻用金鋼腿頂住佢一個假動作過我，上籃得分仲挑釁我。Apple 你啲功夫係咪跟馬保國學㗎？我火滾使出最羅漢運球，左噴鼻屎右噴口水，加雙轉身晃過 Butler 背後換手上籃得手，球迷笑到拆天。Apple 你污糟得太型。TNT 評論員話 Apple 嘅少林絕技連 Butler 都頂唔順。半場完小牛40比42落後，第三節 Curry 發晒威，連中3個3分，勇士拉開到50比42。ESPN 話Curry 今晚入咗，送 Apple 要小心。我唔慌，用金鐘罩硬化身體，手死 Curry。佢再射3分，我跳起用羅漢掌封蓋成功。進攻端我用飛龍在天，空中停留投得分，追到46比50。觀眾嗨爆，有人喊 Apple 你係功夫之王。第四節緊張到心跳加速，勇士領先5分 Draymond Green 開始玩火爆，防守時用手踭頂我用少林鐵布衫硬食，仲回敬一個金鋼掃堂腿，當然係假動作。Green 唔小心撲咗落地，全場笑到拆天，佢即刻彈起身，火滾咁衝過嚟，我使出如來神掌擋住，佢一拳打喺我手掌，痛到佢哎呀叫救命。我唔退縮，用最羅漢亂打亂踢，佢就回敬鐵山靠，撞到我差啲飛出去。跟住我哋兩個喺場上扭打成一團，我用猴子偷桃偷咗佢一下。Green 即刻抱住下身跳來跳去，全場觀眾笑到撲街，有人拎手機影低呢幕。Shaq 喺直播笑到咳。Apple 同 Green 切磋功夫 ，NBA 變武林大會，我仲同 Green 鬧交，佢話你唔講冇得，我回鬼叫你出鐵山靠。結果裁判忍唔住吹哨，我同 Green 雙攞技犯，直接罰落場。落場嘅時候，我同佢仲喺場邊用眼神開火。全場氣氛嗨到爆 ，Shaq O'Neal 喺直播笑到撲街。Apple 同 Green 切磋功夫 ，NBA 史上最鳩搞一幕。我同 Green 落場後，小牛隊嘅內線3巨頭 Anthony Davis、Daniel Gafford 同 Derek Lively 突然發喂，佢哋喺內線狂搶籃板同得分 ，at 一個暴扣 ，Gafford 連續補籃 ，Lively 硬蓋 Curry 嘅上籃，勇士內線完全頂唔住。小牛隊喺第4節反超，最終以80比70逆轉勝出。雖然我唔喺場上，但隊友夠力，贏得乾脆。呢場比賽夠晒緊張，觀眾同媒體反應熱烈。下次再同你講，我哋點樣殺入下一輪。記住 Apple 嘅傳奇未完。Mamba out.